大家好，歡迎收聽 Gen Z Book Club，我係阿立。問大家一個情景題啊，如果有一日個天會俾一個能力你，係一個做專業人士嘅能力，let's say 你有能力做執業律師或者做醫生嘅話，咁你從此就有個好高薪同穩定嘅 path 啦。咁你會唔會即刻應承呢？對於嗰啲如果你而家係做緊啲完全唔相關嘅工作嘅人呢，我希望你嘅答案係唔會嘅。但係如果你話心喐喐都好啊，都高薪穩定嘅話，我真心覺得呢本書可能會係一個好好嘅警示同埋指引，去帶你重新審視一下，究竟你而家嘅人生係點樣，係咪真係一個你想過嘅人生，又或者你係咪真係過得開心同做緊自己想做嘅嘢？主角阿 Jane 嘅人生咧，就好似一張成功嘅完美 CV 咁，佢就讀一流嘅大學，頂尖法學院，做咗知名事務所嘅律師，有住美滿嘅婚姻。佢達成咗全世界都覺得係好好奮鬥、好成功、好勵志嘅一個典範，一個表表者。但係喺呢一切事業一帆風順嘅背後咧，佢自己就感到極度唔開心，甚至有陣時咧會自己一個匿埋喺度喊。阿 Jane 之所以痛苦，係因為佢堅信咗一個大家都認為成功嘅公式，就係當一個人只要成功，佢就會快樂。呢條成功公式就好似一種普世價值咁，當全世界都認同呢一個諗法呢，阿 Jane 根本就唔會質疑個公式本身有冇問題，而佢係認為痛苦出現咗喺自己個變數嗰度，點解自己攞咗咁多嘢都唔滿足，點解自己攞咗咁多嘢都感覺咁空虛咁樣。佢覺得自己擁有咗全世界，但係又有種一無所有嘅感覺，呢一種矛盾令到佢覺得好痛苦。事實上，阿 Jane 呢個感受其實好普遍。書入邊有提出過一個數據，喺美國有2/3嘅人係唔中意自己做緊嘅嘢，甚至有15% 嘅人係去到痛恨自己嘅工作。呢樣嘢證明咗，其實成功同快樂之間係冇必然嘅因果關係。有好多人即使達咗外界嘅期望，內心仍然覺得空虛。再舉多一個例子啊，Alan 佢由細到大都好中意收集石頭，所以佢喺大學嘅時候咧就好順理成章咁樣揀地質學。但係到佢畢咗業之後咧，先發覺原來佢就係中意欣賞石頭唔同形狀、唔同紋理，佢就好中意石頭嗰種靜態美。但係同佢成為地質學家咧，要做嘅嘢又唔同喎。佢嗰啲 field trip 啊、畫圖表啊、寫報告嗰啲嘢咧，根本完全係兩回事嚟嘅。咁但係因為咧，佢大學就淨係讀地質學啦，佢又冇讀過其他嘢喎，咁所以佢又冇其他出路啦，佢又繼續做，但係佢越做咧就越迷茫同埋越抗拒。因為佢好似冇其他選擇，但係佢偏偏又做緊啲自己原來唔係好中意做嘅嘢。佢對未來感到一片茫然，係因為佢堅信一條大家都認為嘅人生公式：大家大學主修讀啲咩，就要等於佢出嚟做啲乜嘢。呢一個 concept 就好似 Alan 親手為自己嘅人生起咗一個迷宮咁樣，得一條出口，得一個出路，就係地質學家啦。但係當佢發覺佢唔想行去嗰個出口嘅時候呢，其實佢冇意識過佢可以試下拆咗埲牆佢。而佢就係選擇咗塞喺原地嗰度，認為佢人生得嗰一條路。咁現實又係咪真係咁嘅呢？書入邊有個數據同我哋講呢，其實只有27% 嘅大學畢業生呢，佢之後做緊嘅嘢呢，係真係同佢哋個主修有關係。換言之呢，即係有3/4嘅大學畢業生，其實做緊嘅嘢呢，同佢自己嘅主修係完全冇關係嘅。今日要講嘅書係由 Bill Burnett 同埋 Dave Evans 寫嘅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佢哋兩位係史丹佛大學設計學院最受歡迎嘅生涯規劃課程嘅教授，而呢一本書嘅內容亦都係精煉自嗰個課程，再加埋佢哋兩個15年嘅教學實證調查所寫成嘅。佢自己咧亦都有數據證明咧，喺修讀過佢哋嗰課嘅人咧，係會更加清楚佢哋之後嘅事業想點行，同埋佢哋更加有能力同埋有目標去追求佢哋想做嘅嘢。對我嚟講咧，呢一本書係其中一本我讀過最有影響力嘅書嚟嘅。其實 Alan 佢啱啱講個故事呢，好係我自己人生嘅寫照嚟嘅。即係我都塞咗有一段時間係覺得我大學讀啲乜嘢，我嚟緊就要做啲乜嘢啦。但係就好窄啊，睇得好似忽視咗原來人生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同其他書好唔同嘅一個位呢，係其實佢唔單止咧有理論同埋一啲實例啊，其實佢每一個 chapter 後面呢，佢都會有一個互動式嘅方法呢，問啲問題同埋有啲 workshop 俾我哋讀者去做嘅。
佢係真係一步一步每一個 chapter 咁樣咧，去教我哋點樣設計自己嘅人生。所以我睇完本書咧，係真係有啲好似上咗佢一堂課咁樣。唔知大家聽到個書名咧，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咧，第一下有啲咩感覺？係咪覺得啊，生命設計師呢啲名都好似係啲包裝嚟嘅啫？其實，因為咧，我一開始都有呢個疑問嘅。對於我嚟講咧，兩個作者係即係設計學院嘅教授啦，佢哋本身都係設計師啦。咁設計 design 咧，一聽落就似係一啲好 artistic 嘅嘢啊，大家都係有啲好創意嘅諗法啊，好天馬行空嘅諗法啊咁樣。但係原來咧，現實中嘅設計師咧，係比我想象中更加講求條理同埋追求實用性。因為設計師嘅工作嘅本質就係要解決問題，而作者咧就係希望我哋擁有設計師咁樣嘅思維，去設計我哋之後嘅人生。佢哋將問題分咗做兩個 category。第一款咧叫工程問題 （engineering problem）。呢一款問題咧，通常有一個實質嘅目標或者一個 measurement 去達成嘅。第二種設計問題 （design problem） 咧，就係佢冇一個預定嘅終點或者我要做到一個咩 level 嘅嘢，純粹係我有一個問題希望得到解決。舉個例咧，我要點樣可以 design 到一個 let's say 500ml 可以保溫到6個鐘，而且好低成本嘅水樽啊？呢一條咧就係一條工程 engineering problem 嘅問題。但係如果我話我想設計一個水樽，會令到啲人容易啲飲水，願意啲飲多啲水嘅話咧，呢一個就係一個設計問題。點解會有呢兩款唔同 category 嘅問題衍生出嚟咧？係因為人咧通常往往唔會淨係得一個單一目標。佢哋有要求，有追求，好似法拉利咁樣，一架賽車嘅設計，佢唔係淨係要快，佢仲要靚，講求美觀，講求佢獨有嘅 signature。當涉及呢啲人類情感嘅一啲議題或者問題上面咧，兩個作者都認為設計問題嘅思維咧係更加有效，因為佢唔係淨係單單要你揾出一個答案，而係幫你尋求好多唔同嘅可能性。所以當我哋設計人生嘅時候咧，用設計問題嘅思維咧係比較適合嘅。作者覺得咧，要設計一個好嘅人生咧，有5種核心心態嘅，包括好奇心、行動導向、重議問題、覺察同埋通力合作。好奇心係指我哋要帶住好奇心看世界，行動導向咧係代表我哋要有呢一個肯行動嘅心態。當你決定咗嗰件事咧，要一路向前走，要不停打造唔同嘅原型去試，屢敗屢戰，直到揾到一個可以解決問題嘅方案。重議問題，重議目的係確定我哋自己解決緊嘅嘢係真係一個可解嘅問題，令到我哋可以退一步咁樣檢視自己有冇啲咩睇漏咗，自己有冇啲咩偏見。覺察啲咩呢？要覺察一切只係過程啊！生命設計就係一趟旅程，唔好執着於我要達到啲咩目標，而係着重個過程。我哋要懂得應變。最後通力合作。就係生命設計好似所有設計咁，其實都係一種團隊運動。相信其實頭兩個心態咧，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帶住好奇心去睇呢個世界啦，同埋要有嗰個行動力去做嗰件事啊！即係當我決定咗要做咧，我就要即刻去做啦。我可能可以打造幾個唔同嘅方法，不斷去 test，直至 test 咗一個可行嘅方案。咁你會聽到帶住好奇心去望呢個世界，係咪即係代表我咩都要試咧？可能有啲興趣就試咧。作者係咁諗嘅，因為咧其實佢都 bring out 咗一個同可能其他人咧唔係好同埋一個好爭論性嘅一個位，就係佢覺得熱情咧係冇用嘅。唔知大家有冇聽我之前嗰2集嘅 podcast 啦？其實熱情呢個字咧真係成日出現，都係有種普世嘅價值或者 remind 我哋咧，就係你要揾到人生嗰個熱情咧，你之後做嘅嘢先會拉實耐。但係呢本書嘅作者咧，其實佢就唔認同呢個講法嘅。個理由好簡單，就因為其實大部分人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嘅熱情喺邊度。佢哋認為培養熱情係需要時間。其實研究都顯示咧，對多數人嚟講咧，熱情都係一啲我試過之後先會出現到嘅嘢嚟嘅。我要試咗先知道我中唔中意，咁之後先可以去精通。冇人可以咧事先就知道自己嘅熱情喺邊。佢哋覺得熱情咧係一個良好生命設計之後帶出嚟嘅結果，而唔係嗰個源頭，或者我哋一開頭要捉住嘅嗰樣嘢。而事實上咧，多數人咧其實係對好多唔同嘅事物咧都抱有熱情嘅。唯一可以諗到人生真係做啲咩嘅方法咧，就係不斷去打造一啲可能嘅生活原型，去試下唔同嘅 ways
去睇下邊一種生活可以引起到人生嘅共鳴。透過呢個共鳴呢，你就可能揾到真正嘅人生熱情。設計人生嘅第二種核心心態係重擬問題。當我哋遇到一啲咩挫折或者人生遇到啲咩困難嘅時候，我哋第一件事係要揾出個問題嘅核心。作者叫我哋嘗試唔好解決任何重力問題。咩叫重力問題呢？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啲我哋根本就解決唔到嘅問題。例如喺以前嘅人，佢會話喺我嗰個地方嘅文化，我做詩人我揾唔夠錢，而啲人都唔係好着重文字，唔係好尊重詩人。咁我可以點做呢？又或者有人講話我想返學校讀書做醫生，但係做醫生讀書要成10年嘅時間，咁喺呢個人生階段我又冇咁多時間啦，我點樣可以用一個短啲嘅時間去讀書，而我又做到醫生呢？以上聽到嗰啲咧都係重力問題嚟嘅。點解咁講呢？因為佢根本唔係一個真正嘅問題，因為佢根本係一個我哋就算做人幾努力都好，都控制唔到、改變唔到嘅一啲問題。呢一啲就係作者所講嘅重力問題啦。重力問題咧大致有分2種。第一種咧就係我真係乜嘢都做唔到嘅問題，就好似重力本身咁。Let's say 有一日你踩緊單車，踩上斜，踩到好攰，你話你想 remove 咗拎走啲重力，令到你踩單車冇咁攰，呢件事係冇可能噶嘛。第二種咧就係嗰種叫大海撈針型嘅問題，例如好似啱啱嗰個詩人嘅例子咁，佢想啲人尊重多啲詩人，令到佢哋賺多啲錢，佢係做到嘢嘅。不過佢就可能要由頭做起，改變成個社會對佢嘅文化，可能要做好多推廣工作，做好多唔同嘅 collaboration， 做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咁但係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呢，佢個 focus 就會變咗點樣推廣呢一個詩人或者呢個文學嘅文化，就會令到佢嘅心力改放咗喺其他問題嘅設計解決方案上面。所以成件事嘅重點係，當我哋遇到挫折嘅時候，或者遇到啲困難嘅時候，唔好將自己棘喺一啲冇機會成功嘅嘢上面。呢本書之後教大家或者想講嘅嗰樣嘢都係咁樣，就係話希望大家讀者可以有最大程度咁樣擁有自己想要嘅人生，要享受其中嘅過程。當我哋面對呢啲重力問題嘅時候呢，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嘢就係接受佢。我哋唯獨呢係要喺現實入邊盡我哋所能打造一個優良嘅設計藍圖，而唔係再沉浸或者繼續塞喺一啲我好理想化，但係其實現實上根本好難行得通嘅問題或者挫折上面。當我哋認清咗以上嘅問題，我哋就可以真正落手設計一個適合自己嘅人生。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當你處於迷茫期嘅時候呢，成日都會喺度諗話，其實我咁大個人都唔可以咁任性啦，我應該要知道自己點樣行，點樣做，唔可以再咁一意孤行。其實作者呢就覺得呢件事本身唔係一個問題，但我哋要做嘅嘢或者真正 focus 嘅問題係首先要知道自己喺邊，我哋先知道我哋應該向咩方向行，而呢一個亦都係設計人生嘅第一步。直白啲咁講呢，作者需要大家做一個自我診斷。作者介紹咗一個自我診斷嘅儀表板，呢個儀表板入邊呢，其實 cover 咗4大唔同領域，包括工作、健康、遊戲同埋愛。大家需要咧喺呢4個唔同嘅領域上面咧寫低幾句說話，去描述一下自己喺呢幾個領域嘅狀況，然後再喺呢4個領域嘅儀表板上面咧去 mark 翻低自己而家嘅狀態，由0分去到滿分。處於唔同嘅人生階段咧，其實作者認為咧，亦都有各自適合嘅平衡狀態，所以佢唔係話要4個滿分先係最好嘅狀態，但係個重點係需要一個平衡。當我哋呢4個領域處於一個平衡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先會過到一個健康而快樂嘅人生。當我哋 review 完嘅時候呢，如果某啲領域係比較低分嘅話呢，咁大家就可能可以注意一下之後點樣投放多啲時間喺嗰個領域上面，或者我哋可以之後再問一問自己，究竟喺呢啲領域上面，我哋有冇啲乜嘢想解決嘅設計問題，去令到我哋可以更加提高我哋嘅分數。再問一問自己，究竟嗰啲問題係咪一啲重力問題，係咪一啲好難解決嘅問題，從而選擇放棄或者轉念，去睇下有冇其他方法達至自己相同嘅目標。當我哋知道自己嘅處境之後，我哋就可以建立我哋嘅人生指南針。而呢一個指南針亦都會成為我哋定義人生方向嘅關鍵。呢個指南針咧，最主要係由工作觀 work view 同埋人生觀 life view 所組成嘅。
呢度嘅工作觀嘅意思咧，係想大家揾出工作喺心中嘅意義。呢度嘅工作咧嘅定義唔係淨係講緊我返工啊揾錢嘅嗰啲工作，而係講緊其實大部分人醒嘅時候咧，佢就已經係做緊工作，不論佢係有錢冇錢，你係返義工或者點樣都好，嗰一件佔你人生大部分時間你付出緊嘅嗰件事，大家都可以稱為工作，亦都係佔據我哋最多注意力同埋精力嘅時間嘅嗰一樣嘢。呢度工作觀咧個目的係揾出自己嘅工作哲學，而唔係寫低自己想返咩工或者理想嘅工作同職場係啲乜嘢。因為我哋唔係寫緊 job description， 呢個練習嘅重點咧唔係想大家揾大家想做啲乜嘢嘅工作，而係大家點解要工作。佢又俾咗啲引導問題嘅，例如係我哋點解要工作，工作後係啲乜嘢，工作嘅意義係啲乜嘢，乜嘢先叫做一個好嘅工作，工作同個人、他人、社會有啲咩關聯，金錢同工作有啲咩關聯，究竟經歷、成長、成就感同工作嘅關聯係啲乜嘢。透過呢啲引導題目呢，作者希望大家進一步了解自己究竟點解要返工，或者點解要做嘢，做嘢對自己嚟講代表緊啲乜嘢呢？當你寫完工作觀之後，第二部分就係寫你嘅人生觀。人生觀就係根據你嘅理解，寫低你覺得人生最關鍵嘅一啲基本價值同埋觀點，亦都可以解釋成為一個人生嘅終極目標，又或者係大家成日講人生嘅意義。有啲引導問題包括人活喺世上嘅意義係啲乜嘢，人生嘅目的係啲乜嘢，個人他人之間嘅關聯係啲乜嘢，家庭啊、國家啊或者世上各種嘅事情對我嘅人生有啲咩意義，咩係好，咩係壞。當我哋寫完自己嘅人生觀之後呢，下一步嘅嘢呢，就係 review 我哋自己嘅工作觀同埋人生觀，然後再諗3條問題。第一條問題係，究竟我嘅工作觀同埋人生觀有冇啲咩相輔相成嘅地方？第二條問題係，呢啲地方入邊有冇啲咩矛盾位存在？第三個問題係，究竟我而家嘅工作觀可唔可以促進到我嘅人生觀？而我嘅人生觀又可唔可以促進到自己嘅工作觀呢？當你發現到兩件事有衝突或者唔係好夾嘅時候呢，其實係可以做 modification， 可以做修正嘅。其實 through 呢一個修正呢，你都會更加了解到自己究竟內心真正追求緊嘅係乜嘢。成個 path 嘅 logic 呢係好 clear 嘅，就係當你透過人生觀去清楚了解自己追求緊啲乜嘢核心價值，乜嘢對你嚟講先係有意義嘅人生嘅時候，你再 review 翻你嘅工作觀，你就可以睇得出究竟你自己係咪活緊一個一致而有意義嘅人生。當你知道咗你自己係邊個，你嘅信念係啲乜嘢，同你做緊嘅事係做緊啲乜嘢嘅時候，而呢3件事係 align 嘅時候呢，其實你就好容易揾到屬於自己嘅道路，你亦都唔會長時間陷入喺迷茫之中。你未必會隨時都知道自己應該點行，但你永遠都會知道自己係行緊一個正確嘅方向。講到呢度呢，我停一停先，留翻下一集再講。一嚟時間有啲長啦，都錄咗。二嚟係呢，其實因為呢本書呢，我覺得佢最有價值嘅地方係在於呢，你真係好似上緊佢個堂咁樣，其實係真係要跟佢本書佢嘅街一步一步咁做呢，你先會揾到一個屬於自己嘅人生，或者你先會 understand 到究竟佢成套設計人生嘅哲學係點樣。咁所以呢本書嘅價值呢，其實唔多唔少係一定要透過自我嘅參與先會體現得到。所以對大家聽緊嘅大家呢，如果大家嘅人生係暫時都係過緊啲自己理想嘅人生，咁我覺得大家不妨可以聽完呢，當係一個人生哲學做參考。咁但係如果大家都真係處於緊想睇下自己人生會唔會有啲改變或者突破嘅時候呢，我都十分 recommend 大家，因為我自己都有做嘅，係真係跟住佢 workshop 嘅題目一步一步咁樣做一個 self-evaluation。下一集呢，我就會同大家 go through 埋佢剩低嘅 workshop， 去睇下點樣透過呢一啲 evaluation 得出嘅結果呢，去設計一個真正適合自己嘅人生。多謝你收聽 Gen Z Book Club， 讀書唔止係吸收知識，更係你升級人生嘅一大捷徑。我係阿立，我哋下集見。